大家安毋安？哦，害我惊者，头拄我麦克毋知影是安怎，就是我的麦克架无作案呢，所以伊头拄险要摔落来，害我惊死。无代志，无代志，尽量啥时惊都无代志。大家安安，大家好，先来甲大家小招问者吼。你库气啊，上安安欢迎。有猫咪古锥吼，猫咪古锥啊，对，我有看到你有改你的名后壁有台文，已经改一时啊，吼今仔日才甲读出来，猫咪古锥阿蛮欢迎你来，欢迎，阿姐，阿姐欢迎阿姐来看，怎样啦？用迄个虾仔头爬虾仔脚，今会使专心对大好水，恭喜，好，安尼咱。0287阿蛮欢迎你来，阿蛮，好，安尼咱今仔日的主题吼，就是要来带大家来看即个，或者歹势，我搁咧拍的，今日就是要来带大家看即个，或者台语的迄个 Wikipedia 就对，吼，就是安尼，耶。听起来足古锥，是猫咪古锥。我想看卖安怎讲？无啊，我就是感觉有足侪物件，就是若用台湾话读出来，就会特别古锥，也是特别有感觉安尼。包括咱今仔日的 Wikipedia 嘛是，哇，专宗的，目的就是安尼。安尼咱今仔日就进入今仔日的重点吼，或者台语的 Wikipedia。阿凤，安欢迎你来。恁大家食暗顿啊未？我有知影有人头拄咧处理虾啊，头拄咧处理虾啊，应该是毋知影是煮了啊未？毋过照昨伊讲的食饭的时间可能还未好，我嘛毋知。好啦，咱今仔日来还未吼，还未好吼，好，来紧，稍等才来看是要哪食啊，哪看台啊，是安怎？阿峰体力无够啥？Mickey Mouse 阿蛮欢迎你来。你去倒粪扫哦？恁遐的粪扫车拢足准时的吼，7点对无？拢是暗时7点来的粪扫车哦。你要记起来啊！先休困对台伤热啊，了解。因为迄个吼，因为人讲若惊热就毋通，就莫入去灶骹，就对，灶骹真正是一个足热的所在。不过有足侪人就是煮了拢无啥胃口，因为真正伤忝、伤热哦。所以迄个厝内若是有人咧煮饭的，就是若阵厝内是有固定一个人咧负责煮饭的，食了毋是食了，伊煮了若是无念伊要食吼，你嘛一定问讲是安怎毋食，是安怎毋食，因为足热的吼。虽然我无咧煮食，毋过我知影即项代志嘿。嗨 Storm， 安欢迎你来！哇，连你都会晓台文啊！哇，咱这个台语的未来有希望啊！0287嘛要倒粪扫车，哇，恁拢是暗时7点的粪扫车，好，回dit，好，讲一寡有诶无诶，总是爱讲吼。毋过咱来看今日重点吼，应该有足侪人毋知吼，应该有足侪人毋知影。迄个 Wikipedia 嘛有台语版对无？恁好，过来调查者，来，因为我家己做好闲的，做好闲，所以想讲来问者，大家敢知影 Wikipedia 有台语版？我才通拍字。好，来调查者，好啦。恁兜是6点10分，即摆是大家咧报迄个恁兜的粪扫啥物时阵？恁兜的粪扫车啥物时阵来着？佫真正毋知哦，好，非得好，废话讲用讲的拢无效，直接看较紧。来，咱我嘛毋知影，我是当时发现的，我袂记啊。毋是，恁真正大家拢咧讲迄个几点的时阵，粪扫车会来？这个话题对于 VTuber 来讲，相对危险嘛，所以我无要参与哦。
无恁念伊就知影我伫倒位。口号上阿曼哦，恁遮是下晡4点钟。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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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大家即个足热烈的分享吼，多谢多谢。哦好，有一半的人虽然敢若4个人转票啦，吼，你给讲出来靠腰。好，虽然敢若4个人转票，因为我嘛当下开1分钟尔吼，毋过有一半的人知影，有一半的人毋知。我来带大家来看吼。伫倒位咧？咱要来凊彩，因为毋知影这敢有台语版的，来看卖。无好，好啦，我来找一下啦。台湾应该有吼，嘿，因为知影的人，佮有才调，佮有才调来迄个或者啥，有才调斗编修的人，佮有甚至是知影有台语版 Wikipedia 的人，拢无介济哦。所以讲迄个，所以讲迄个，或做我今日是安怎？所以就是伊内底页面吼，足侪拢欠的，足侪拢无吼。所以就是恁若是有定咧说 Wikipedia， 恁可能会知影讲无，这互我炸掉我踮遮哦，好，我卡过来好啊，等下刷位者，安尼，恁遮看有吼，来有定咧说 Wikipedia 的人，就会知影讲，遮有即个语言会当换啦，会当换，啥物？看一下恁咧讲啥物？中国迄个伫现实找出主播或者开 App。安尼我会送叫开箱，袂使开箱，莫乌白开箱，听起来足疼的。我的本体是一个箱安尼，你是硬要甲我安怎？甲我贴咧是哦，安尼伤过粗残啊，先卖。好，讲倒转来，虽然伊是讲闽南语啦，台语到底敢是闽南语？大家心肝内应该有答案。这毋是今日的主题，我毋好讲伤济。毋过。虽然伊是讲闽南语，Wiki 阁是学闽南语吼，我毋知影伊这敢会当改呢？这感觉就是有人，就是上大声去申请的人，应该是上开始去申请的人，伊迄个交出去的名都做闽南语吼。毋知影敢有才调改，毋知影敢有法度改所以毋知毋过。看有同意无同意，非得我嘛毋知，非得我细细咧，我就发现伊这口气吼，因为中国嘅闽南遐个闽南语，甲咱台湾人讲嘅台语，其实迄个语法也是用词吼，迄其实真明显就是有争差的吼。毋过我细细咧，我就发现伊这用词甲文化基本上嘛拢是，其实就是台语吼，所以基本上伊算是台语嘅 Wikipedia。只是讲毋知影伊个名是安怎，或者闽南语吼，后摆若有机会改吼，咱再来看要安怎改。好这毋是今日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就先甲大家讲者啦。过来咧，过来就是我发现，就是伊主要拢是转落的，毋知影是安怎。是啥物？这个你咧讲啥？是要互阿辉食落饱？这毋是，我的观众朋友内底上届无应该讲即种话的人，伫我的心肝内底就是这是上届正常的观众呢。你伫我的心肝内一直拢是上届正常的观众朋友，现在今仔日是你讲，想要互我食落饱是安怎啦？喂，好，无代志，无反对，好，咱继续。好，非得就是安尼，真正闽南语安尼啥物？做工程、做土水，个卫生时间用词拢无共吼。这我无研究，毋过我是知影迄个警察介济，所以就是其他是无正常的观众。毋是安尼讲，无正常是种讹了，好无？正常嘛是种讹了，叫做包白，叫做安怎讲拢对，
吼。啊，这一直拢是恁的东，一直拢是恁的东包。好，无代志，请毋好请毋好替我的电话哈，歹势哈。好，咱继续。哇，今日一直都黑白讲话死啊！嘿，东包吼，对，因为有一句足出名的话，叫做啥物东包书断甲真有力，对无？嘿，有咧读台湾书的人会知影一句话，毋是今仔日主题，这嘛毋是今仔日主题，好。是讲要开箱，想要互我食到巴肚免甲我听，哎，多谢。原来是安尼，原来是阿叔的温柔，阿叔的体谅，吼。好，是我的迄个思想吼，互迄个其他的某一个观众带歹去，吼，一定是安尼，一定毋是我的问题。好啦。讲倒来，就是毋知影是安怎，伊主要拢是转落的，所以你若是罗马字无讲读较足紧，还是无讲读较足熟手的，你可能读的时阵就会较艰苦。比如讲我，因为我迄个转落嘛是无讲真正定咧看，所以就是我都读较足紧的，爱小想者啦。毋过有诶，转落对你来讲真艰苦，对我来讲嘛是，我爱慢慢看，才有法度看有，毋过伊有诶较重要，也是讲较有人咧斗编修诶文章是有汉字版本诶，所以你会使试落来，会使试入来看，就会无遐艰苦，你嘛要都读转落吼，因为真正较困难吼，若你若是硬要训练你家己读转落，你嘛会使调工来看转落 Wikipedia 嘛是会使。你是讲汉字8声，罗马字2声，对于来讲较好读吼，是毋过伊的汉字版本哪像是专汉呢？太安尼，太会变做专汉，伊无迄个哦，伊无汉罗合写迄种哦。好啦，有啲就是大汉大罗拢有 CCC 袂歹，较有人咧编修的也较有吼，两边的物件敢有相共，应该是有啦，应该是基本上是相共的吼，所以大家若是较爱看汉字吼，恁通看的就无遐济，毋过就是嘛是有通看吼，就是甲迄个其他语言的 Wikipedia 基本上共款，就是伊就是百科全书，是好。应该免读，大家听哦。本也是关系太平洋西岸的一群岛屿，找伫台湾的民主国家，请看中华民国；找台湾的其他用法看台湾。台湾是徛太平洋西岸一群岛屿哦。无岛屿就无汉字的，有汉字的呢。安尼佫袂少哦。岛屿有时敢若讲岛屿是一块拢互水围起来的土地，毋过比大陆较细，比怎样读？比海大海大了解，比海大较大有无？恁来迄个 Wikipedia 细咧吼，恁若是我共款，我就是平常时若是开始看 Wikipedia 的时阵吼，我迄个叫做啥？注意力就会无讲足集中的，所以我就会黑白去细咧吼，就会点入去看安尼。恁嘛是会当安尼来台文安尼。阿慧老师，我有问题，请问 A 甲 A 差别伫倒？这是迄个啊，因为其实咱虽然足侪人学台文的时阵吼，是照迄个教育部的推荐的汉字去学，毋过有的人因有其他的考虑，比如讲有的人是讲咱啥物古早迄个叫做啥歌册啊，还是伫其他的所在啊，其实原底咱学汉学的时阵，就已经有咧家己咧用的字，迄甲迄个教育部的有时有的迄个选字用字是无共的，这都做在来字，在来就是在来的意思就是原底就有的，比如讲在来米就是原底就有的米，所以有的人就是
无介意教育部去警的有一寡字，因就感觉讲用在来字是较有道理的，嘿，所以你讲的即个下吼，就是有的人会用即个下，啊，毋过意思相共，完全相共，嘿，有的人伊就是较爱用即个下，嘿啊。而且咱若是，比如讲我啦，我平常时拢是汉罗合写的嘛，啊，我汉罗合写的时阵，我即个下我拢会用罗马字，啊，我另外一个下就是一个两个的即个下，啊，无共啦，其实意思是无共啦，即个下是算数量，那即个下要安怎讲？好，我找看卖，阁有其他的咧。因为有的人，比如讲，即个时阵教育部是用迄个甲德相共嘛，华语会使讲德，迄个德，嘿，教育部的下是用迄个德，啊，毋过有的人讲用迄德无合理，所以若我就是写罗马字，啊，有的人是用即个下，毋过有的人是用即个下，所以其实。就是大家无讲真正要做统一安尼，我知影的是安尼啦，中国遐福建人敢有家己的闽南语书写系统，我毋知，这你爱打电话去问，这我毋知，对，应该是可能有啦，迄规则可能甲台湾的无一定相共。口号上拢要照教育部，会使啊，或者迄是可能你照教育部，可能较侪人看有啦，因为足侪人可能拢是为教育部的教材，还是讲系统去学的，所以嘛无啥物无好啊，或者拢有愿意来学正版的台文，拢较赢迄个其他的无愿意学啊，用其他的方法。写了，别人可能嘛看无诶，所以会使家己拣，会使家己拣，好啦，或者今日上重要，先互大家知影，真正有即个物件，虽然伊是号做闽南语，啊，毋过事实上，你若去看，伊基本上根本就是台语，好，过来咧，咱就通好来翻译啊，今日就是要。来做互大家看，你若是台文有熟手的，你台文的写作也是翻译，你家己已经有自信的，你就会当来斗写，来斗翻安尼，你就会当来斗三工啊。中国的闽南语轻重音，甲咱遮的台语无共啊。你是听2-3分钟才知影因是咧讲闽南语，嘿啊，其实差足济呢，是，Mickey Mouse 转来，欢迎转来，咱差不多头拄仔咧小概讲有即个物件，差不多准备来真正翻译互大家看，安尼敢会当，安尼敢会使像因申请或做台湾台语？我毋知影伊迄个手续是要安怎用，我嘛毋知影迄个，因为比如讲你若是有到编修即个或者中文的 Wikipedia。中文使用者介济嘛，因会有迄个管理员，因是有管理员去做一寡要安怎讲？袂当讲审查，毋是讲审查，意思其实毋是审查，就是会去巡参水就对，因会有管理员会去巡参水吼，看有敢有人黑白改的，有一寡代志是管理员才会当做，迄个我毋知影台语版的敢有，我毋知影台语版是送咧管的。所以我无确定因为我嘛是想想着才来小研究者，所以我其实也无研究甲足深入的，足深入的所以有兴趣的人会使就是来斗编修来斗看卖看安怎改较好Mickey Mouse 拼音看无毋过会听会晓听会晓看袂晓写袂要紧。会看已经介厉害，因为有足侪人因是看到即个字就先做倒弹，就是因其实看有，毋过因无愿意来看，所以你已经赢过足侪人你若是加看倒一工你想想着讲我嘛来学一个安怎写的时阵你才来学就好，或者这嘛无条件嘛
你就是真正有想要学的时阵才来啊，你会使甲我问，看有啥物推荐的教材，还是啥物，我时到才甲你报。哎，哦，香料真正差足济哦，这我毋知，这我无拄过真正中国福建的人，所以我无即个经验嘿。哦，你讲这毋是台语的wiki，虽然大部分的词条拢是台湾人做的，嘛是有可能呢。毋过我其实阁有另外一个原因，互我感觉讲伊应该是台语的。这我想看觅安怎解说，就是好，咱小等会看到，小等咱真正翻译的时阵，才会看到。我认为伊其实是台语 Wikipedia 的一个理由，迄小等才来讲。好，来，咱台湾即夜吼有人做啊，所以咱就免迄个有推荐教材会使啊。恁伫 Discord 问，我就随会使报互恁知影。嘛，毋是讲真正教材啦，就是一寡资源，网络的资源安尼。其实嘛无一定爱问我啦，我其他的观众朋友有诶拢比我较捌的。去问，因嘛是嘛会使，会得到会使伫 Discord 内底问，就会得到介侪帮助安尼。好，安尼咱来吼，咱来找一寡应该无人写的。来，阿辉是啥？阿辉是 VTuber 来看，无对吧？你饲这个语言无嘛，无 VTuber。来咱躺好来，安怎？其实毋免完全定写，毋免完全定写，你会使用翻译的。安尼咱来饲这个翻译。哦，即马这个系统看起来是介方便哦。恁若规篇真正拢翻好了，可能是爱52分钟啦。伊这其实嘛袂准，我是讲伊这看起来嘛无介准。其实咱若是较精足的，可能需要开的时间就会比迄较济。你就会使选讲你要为啥物语言翻做啥物语言安尼。所以咱今日就为中文。我毋知影大家啥物语言较上熟手吼。你若是英语比中文较好。还是你嘛无一定爱比中文较好，你若是英语袂歹，可能甲中文差不多好诶，我嘛真推荐你会使为英语甲翻做台语，是安怎？因为通常大部分诶迄个足侪诶迄个词条拢是英语诶写甲较详细，所以你会使，你无一定爱为中文翻，你会使为英文来翻，毋过今日示范啊，咱为中文来翻。像讲可能大部分人较看有，好歹势吼，伊即摆号做闽南语啦，所以咱就先为遮来，开始翻译，哇，爱互伊走者，因为伊会先试看卖，敢有法度？哇，我昨咧试的时阵，我是试别的词。因的这个自动翻译是全拢失败，完全无法度自动翻译的。毋过伊哪会知影？虚拟的实况主这个物件？这中文这虚拟实况主 ，Oh my god！咱看卖啊。其他的无法度翻是哦。有安安欢迎，安欢迎你来。哇，看起来怪怪呢。咱先试看卖。这个名，大家讲台语安怎翻较好？我是讲，咱讲 VTuber 嘛，讲到足惯势上，咱直接合做 VTuber 应该就会使啦。咱这就是伊的迄个词条的迄个标题哈。刷来。伊阁有分类呢，因为咱 Wikipedia 伊会，你若是有咧写 Wikipedia， 你迄上下骹拢会有迄个分类，伊若是已经有人写的分类，伊就会当直接安尼，伊就知影，比如讲网络 meme，伊就家己都有，阁有啥物虚拟 YouTuber 这无，毋过网络文化嘛有嘛，来。VTuber 敢是安尼？
敢是安尼，敢是安尼。好啦，过来，遮我毋知影是啥，可能伊即篇较，好，我毋知。啊，毋过咱先跳过吼，咱来到真正要写文字的所在。好，来，伊是安怎拢互我简体？因为你若是有编修过中文的 Wikipedia， 你就会知影讲伊迄个简体甲咱或者有人讲正体，或者就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其实伊迄原底拢是要安怎讲？你若是捌编修过中文的 Wikipedia， 你就知影讲伊其实是同一篇哦。啊，毋过伊会家己一寡词，就是你若选台湾的中文的时阵，伊就会互你较台湾人较会用的词。啊，你若是选中国的中文的时阵，伊就会互你中国人较会用的词安尼。比如讲影片甲视频，伊就家己会晓换。所以其实伊本体迄个文字是同款的，所以对，有做者通选，啊，伊拢会配合迄个逐个所在有诶迄个用诶词会无共，伊家己会去变，啊，毋过我昨开诶时阵，伊是互我迄个繁体，啊，毋过我毋知影是安怎，敢是哪像有诶物件是变做简体，哦，好啦，啊，毋过。内文基本上都是繁体，好啦，无差。非得中文就是中文，莫分遐济。咱今日来甲翻做台语文，来。啊，毋过通常咱台语嘛无人咧讲戏语，无咧讲戏语 YouTube 对。菜鸡呢？菜鸡你哪会伫遮？菜鸡你哪会伫遮？啊好，梦幻联动，不，莫有别讲，梦幻联动终于跟菜鸡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了，耶！好可爱啊！好，咱来翻哦，好啦，伊这个自动翻译就完全无效哦，是基本有诶是有效诶呢，伊个知影日本语甲英语呢，哎呦袂歹哦，好。啊，毋过咱台语较无咧讲戏语 YouTube 吼，咱就直接讲 VTuber 好啊。哦 ，VTuber 日本话，我拢讲日本话呢。日本话袂晓读啊。哦，金伯欢迎你来看我写台语的迄个 Wikipedia 哦，好，英语 Virtual YouTuber。啊，是讲，其实伊哪像嘛无规定讲你翻译的时阵一定要翻全落的。我毋知影你想要翻译的时阵，我毋知影你若是直接甲翻做汉落，还是全汉会安怎？其实我毋知，吼。啊，毋过我是无看到任何的规定讲袂使直接翻全汉还是汉落的，所以恁会使试看觅，恁会使试看觅。哦，啊，毋过咧，我着先用全落看觅，好，简称做VTuber， 哦，这应该着毋免阁讲一解哦。哦，嘛有人讲 Virtual Streamer 是啊。我感觉这大家若台语较无咧用，我就先莫放入来，吼。好 ，VTuber 是啥 ？VTuber，大家有啥物建议？哎呦，大家有啥物建议嘛？咱甲我讲吼。简称做 VTuber， 伊这是接到倒位？哦，无啦，简称的所在是讲即个啦，英语的 Virtual VTuber 是为英语的 Virtual VTuber， 甲简称好啦，我看这简称做 Virtual YouTuber， 简称做 VTuber， 安尼，吼，头一摆看到吼，我昨嘛是头一摆看到，我昨才咧试讲要安怎用啦，昨才咧。
咱遮咧，即个算是做临时咧研究，讲安怎用吼加载其实无遐困难吼。那反正你是讲学日本话，安尼若无都找着相对的概念，就规个音译较紧是。VTuber， 我讲，咱嘛无一定爱找台语原底就有的声音来表现啦。你会使直接就是讲 VTuber， 大家应该拢发得出来啦。大家拢介绍吼，拢发得出来哦。就直接讲 VTuber 应该就会使。回得感情做 VTuber 是用要安怎讲？鱼的，敢会当讲红啊？恁敢会当讲红啊？其实有足侪，我感觉照台语的语感，有足侪人会讲，迄个 VTuber 的皮就是一种红啊。我是感觉讲安尼讲嘛会通嘿，所以我家己其实是会讲迄是红啊。所以伊是用鱼的红啊，伫网络平台，要安怎讲？大影片敢会通，还是讲发影片，还是发影片？发布影片好啊，发布影片也是开海信的创作者，创作者好。定会伫 YouTube 啦吼 ，YouTube 哔哩哔哩即摆若像较少吼，对无？因为应该哔哩哔哩是中国人较有咧用，毋过即摆中国的 VTuber 敢有足侪，我嘛毋知，嘛无咧看哦。我是讲，毋知影敢歹老的呢？好，大家会使互我建议吼。Facebook 嘛是有啦，毋过 Facebook 可能主要毋是放迄落做摕去后壁，比放上后壁啥，嘛是大家较罕得用的，应该放较后壁，有理。大家较接咧用的应该是 YouTube、Twitch 吼。Reality 是啥 ？Reality 大家敢有咧用？这我真正毋知。我讲哔哩哔哩嘛无一定爱放，咱要是先放，咱真正大家较会看到。回头你若讲补完，你若有补完吼，你感觉我写了无够的，你想要补充的吼，感觉有需要的，你才来改吼。因为 Wikipedia 就是一个大家拢会当改的所在，所以你讲我讲了有欠修改的、欠修理的，会使直接吼，我小等放上了吼，你就当随来甲我才改掉吼。好，定会伫 YouTube、Twitch、Facebook、Nico， 毋是 Nico， 你迄无讲 Nico， 即摆少年人敢知影 Nico？ 哇，即摆老人的物哦，即摆老人的物件是好，伫无，伫遮的。以前咱有底线。听过无用过 ，Kick 敢有人咧用？我会知影进前有看到有人咧推荐。遮个所在，活动是啊。Mercury 暗暗欢迎足久无看是啊。欢迎你来。活动啦，安尼。你若讲写了无水？想要改的，会使来改，好，过来开腰，敢有安尼讲？Hotaru 欢迎你来，暗欢迎，
哦，欢迎你来咱咧写台语的 Wikipedia， 好耍好耍。这边安怎讲？开腰，敢有讲开腰？好，我想者，大开，好来，咱甲菜鸡，个请过来，17 live 嘛有 VTuber， 安尼讲嘛对啦，安尼讲嘛对啦。啊，毋过咱遮就是囥迄个大家较接会看到的所在，好无？Nico，大家敢会去看？我家己的经验是较无，啊，毋过 Facebook 就会当写，是毋是应该会当写 Twitter 啊？啊，毋过 Twitter 即摆号做 X 笑，安尼敢会通？安尼应该会通，安尼应该会通啦。香薰的菜鸡啊，来，咱来编辑一下。动物形象的 VTuber， 安尼无？动物形象的 VTuber， 安尼，哇，那会走去？哇，咱定心一下看觅，等下哦。伊这排版哪会乱去？继续翻。嘿，伊这袂歹，你若翻到一半翻袂了，因为有的页拢足长的。你，伊敢无记录起来？我头拄写到一半呢。17嘛有啊，有看到足侪有的人伫 Twitter 会写讲伊嘛有伫遐所在有活动啊，嘿。敢有可能真正叫我登来？无啦，有记录啦，惊死！伊头拄就自动咧记录，我想讲，哪有可能？好啦，安尼有，水。毋过这哪会变做伊的迄个连接的一部分？我改一下啊。我先甲取消。哇，好，刷去。真正会惊死！我想讲太安尼，好啦。惊倒人，是。有的人厝内是讲惊倒人哦。好，我先甲迄个连接，我先甲迄网链拆掉。好，过来开腰。好啦。咱说找台语啊，找台语概要应该安怎翻较好？想无的时阵就来看者。概要吼，毋是概要，有讲概要，好，安尼会使。那你太无互我拍字，什么意思？我要拍字。安尼呢？太袂当拍字。好，小改哦，好，小改，哪像有理哦。好，小改，动物形象的 VTuber， 好，过来。好啦，转台家己写啦。VTuber， 咱想看觅 VTuber， 咱先看中文讲的敢有理吼。VTuber 主要有2个部分，VTuber 主要有2个，有人写专栏的时阵，若是有想要学看觅安怎写专栏的朋友会使小听者。有人写专栏的时阵，因会甲迄个数字拢用即个，号做啥？号做数字，直接写即个咱平常时迄个跨语言咧用的数字，我用啊袂歹吼，所以我嘛对咧安尼用吼。我头讲啥 ？VTuber 主要有2个部分，2个部分分别是翁仔皮，
我拢安尼讲，红仔皮甲皮后壁的，敢会当讲庄稼人啊？有的人是安尼翻啦，有的人是安尼翻吼啊，恁敢有通吼？我家己平常时较惯势讲，就是讲中之人吼安尼。所以我先对我惯势的来写吼，啊，你若有不满吼，小等下当来随甲我改好无？嘿，中之人哦，好，过来是啥物？就是靠迄个，安怎讲？就是靠两天。可能体来中之人就好吼，好，你讲会通，我嘛感觉会通，好，通过。应该会先送心查，应该袂。哦，你讲即个哦，你是讲即个因为较大条，所以有可能会哦。好，咱小等试看觅。咱若用了，若叫中人哦，你是讲伊中，就是伊迄个皮内底迄个人哦。我毋知，恁大家会当伫迄个开讲室互我意见哦。若是足侪人拢感觉足顺，我就改。哦，若大家感觉安怎讲较好嘛，会当讲。可能体，可能体来掠。中之人，我先写中之人吼，有要改才来改。哇，安尼无一定是软体咧掠声音呢。所以要安怎讲？靠电脑设备啦，一定爱是电脑的设备才有法度。电脑设备来掠中之人的声音。啥物？声音、动作甲表情，啥物？对啥物？哦对啊，咱咧写的时阵袂当直接拢照搬吼，咱爱家己嘛是爱想一下，读看觅，看敢有合理安尼。这讲简单嘛无遐简单，啊，毋过讲困难嘛无遐困难吼。就是爱小较用心哦，爱用心来看者。动作甲表情，哦。过来呢，过来就爱软体，经过软体的处理，经过软体的处理来甲安怎讲啊？来互红仔皮啦，来互红仔皮对咧叮当，来互红仔皮。对咧叮当，对咧叮当。好，来读看觅。VTuber 主要有两个部分，分别是红仔皮甲皮后壁的中之人。靠电脑设备来掠中之人的声音，语义形象敢会较好了解？好，我想看觅。靠电脑设备来掠中之人的声音、动作甲表情，经过软体的处理来互红仔皮对咧叮当。嗨，卡米萨卡阿曼欢迎你来看我。敢会当讲乌白母嘛？毋是，就是看我迄个母食的。欢迎你来食暗顿啊买。经过软体的处理来互红仔皮对咧叮当。所以是讲红仔皮改做虚拟形象哦，哪像嘛是有理。红仔皮分别是红仔皮甲皮后壁的中之人，分别是我想看觅安怎讲较好。哇，历史就莫讲啊，历史有较长。
好，我再来想一个啊，咱先一趴一趴来翻啦。VTuber 幕后的经营啊，经营有时啊啦，有时啊是翻袂了吼，是我应该袂全拢翻，因为恁若是有小看一下咱即个台语的 Wikipedia， 你就发现讲有大部分的词条吼，大部分的页面拢无像其他语言遐长，应该就是因为真正翻袂了，那完全一个人爱翻规篇的，真正翻袂了哦。所以有时咱就是一个人翻一部分哦，啊有的人你较介意捡人做甲一半啊，真正有即种人，比如讲我就是，其实我嘛真爱捡迄个人做甲一半的啊。你嘛会使去捡人做甲一半的，啊，甲伊翻甲搁较好势，还是讲甲伊补充吼。那嘛无一定爱全拢用翻译的，就是你嘛会使甲你的知识吼，就是真正是甲你的知识、甲你的理解、甲你的研究，甲写出来吼，啊，著甲迄篇写甲较长嘛是会使吼。所以无一定讲你真正做一摆翻，著爱全拢翻好了，无一定爱安尼，嘿，毋免互家己迄个挑战变做伤过困难，啊，颠倒你无法度完成，嘿，无一定爱安尼，嘿，所以咱今日就尽量看我敢翻到倒位，我感觉重要的拢有翻出来，我应该就先刷安尼。好 ，VTuber 幕后的经营，有时啊是一个团队啊。Wiki 袂使写原创的研究，是，所以你迄个安怎讲？你爱去引用别人的，嘿，你爱去找着伊是为倒位来的，吼，有牵伫倒位知识，你会使付迄个来源的，你爱付，嘿，啊，像你若是翻译的，应该基本上就是照原本你翻的迄个语言的，迄个资料来源，应该是袂讲改毋对，嘿，好。VTuber 幕后的经营有啥一个团队？简单讲，这好做我想看卖这边怎解说。有啥是一个团队？毋过团队无一定就是企业式呢，因为有啥是社团呢？若是有啥是一个团队，若是公司咧经营的，若是公司咧经营的，好，无说字饲着伊就跳。若是公司咧经营的，就好做。就好做企业式，我拢安尼讲啦。啊，恁两个安怎翻较好，嘛会当讲。做企业式，我想看卖哦。一个团队安尼一句就煞。好，若是公司咧经营的，就做企业式。若是个人的啦，毋是个人，若是个人咧经营的，若是个人家己经营的，就好做个人式。好，过来。老话，啥物老话？哦，老话，我叫是要互我意见，好无？先老话才讲。好。哇，真正翻袂了，救人！即拍敢会当卖翻？即拍因为伊有激励足侪其他的，所以这应该无一定爱翻啦。伊这就是
我头前嘛无讲一定爱是人，而且这记的这个图都已经足清楚，是动物的形象啊，所以应该即趴会使先莫讲。多谢，是，真正是爱有人留话，无 YouTube 就会想讲恁可能无咧看，感谢。技术敢爱讲，小讲者，这技术的部分，比如遐大台语 V， 好，这个讲到迄个。等下，技术，那是哦，是技术哦，原来是技术哦。甲比如遐大台语 V 好，头拄仔迄个口号上有补充到迄个 Wikipedia 袂使写原创的研究师 ，Wikipedia 其实佫有足侪规矩吼。比如讲有一个介重要的规矩，就是我袂当写我家己。哦，我阿火，我袂当家己写单火纸一页，嘿，因为我算是要安怎讲，伊就是你若是有利害关系，你若是有，就是要安怎讲，嘿，中文说，如果你是有利害关系人，你不能直接写跟你有关的，嘿，如果你有某一间公司，你不能写那间公司的页面，对，基本上是安尼，简单讲是安尼，哦，所以我阿火，我袂当写我家己迄页。哦，所以恁会使写，啊，我袂当写，嘿，所以我今日无要写我家己迄页，就是因为袂使，嘿，对，啊，毋过我写 VTuber 应该是会使啦，吼，嘿，所以我迄个记忆所在，我应该嘛袂当直接写我，吼，应该是无介好，哦，啊，恁若是到编修的时阵，恁要写就会使，吼，无我无安尼讲哦，我毋是即个意思，我毋是叫恁去写哦，啊，我嘛无讲袂使，吼。就是安尼，吼，来，欧拉夫，阿爸，你来啊哦，要啉茶无？阿爸，欢迎，哇，这边安怎换？会使追踪。敢是追踪，应该是讲追踪。袂要紧，飞碟恁啊换甲无够水吼，随时会当改吼。欧拉夫安安，欧拉夫老师今日画迄个塔隆克亚山画甲足水的，你有看到无？恁有follow欧拉夫老师的Twitter 无？嘿，有吼，真正足水哦。推荐大家去看，有看到有幸福吼。会使追踪手的动作吗？手的动作VTuber， 写啥？我即摆咧写台语的 Wikipedia， 咧写 VTuber 一页，哦，是哦，多谢大家斗解说，对，嘿。对，我袂当写我家己，毋过我写一下 VTuber 会使啦，会使追踪手的动作的 VTuber 好，手的动作好，我今日看起来做，你要起笑一下，敢有，好啦，想看卖安怎翻？头一句废话呢，无一定爱有。或者我照我家己讲起来较顺，我来写吼。大部分的 VTuber，加油好，一定加油。我即拍写了就差不多啊啦。历史我就先莫写，写头前安尼就有，我感觉上要紧，一定爱先写出来的物件，先写才讲。刷来。就是靠大家若想要补充，会使甲伊一页写甲佫较好安尼。大部分的 VTuber 是用恁某，你当时有某我都毋知，是用安怎讲啊？就是用镜头，是用，敢袂当直接写？我想看卖安怎讲。这就是大部分事情法是好用，你若用甲惯势就足紧的。
是真正是袂歹用，袂歹用吼。大部分的 VTuber 是用安尼讲镜头，怎么讲？这就是来翕用镜头翕家己的动作甲表情。对，是疑团无毋对，毋过疑团即摆买无，伊即摆买无啊，所以我做想要推荐互大家用，毋过伊即摆买无，我毋知影是安怎，伊无咧卖啊，嘛无通下载啊，所以无法度。我家己就用甲足欢喜，煞无法度甲恁分享安尼，因为伊是爱纳钱的，所以我应该袂当直接黑白囥互大家用，所以就是请大家会当伫 Discord 内底推荐其他的，就是其他的输入法吼，你会使讨论一下，看其他的输入法倒一个较好用。怎用镜头翕家己的动作甲表情，搁有对，搁有一寡 VTuber 是，搁有一部分对，咱用这个一部分的 VTuber， 一部分的 VTuber 是使用3D 的，这要哪翻啊？3D 掠动作的技术是吧？掠动作的技术。过来是通常会用 Live 2D 还是 Unity 遮的软体，过来是用哇歹哦，二番，真正二番，毋知安怎翻。好，咱翻到毋知安怎翻的时阵，先家己读看卖，看倒位无介顺，还是位倒位会当发展。你讲掠动作会使翻做动作追踪，佮有动作模拟。好，动作追踪哪像袂歹，我先写动作追踪。VTuber 是使用3D 动作追踪的技术。好，来读看卖，大部分的 VTuber 是用镜头翕家己的动作甲表情，佮有一部分的 VTuber 是使用3D 动作追踪的技术。伊遮咧解说迄个3D 动作是咧创啥，咱应该先毋免解说袂要紧。好，搁来就是掠着动作甲表情了后的代志，掠着动作甲表情了后，才搁利用 Live 2D 也是 Unity 遮的软体。遮的软体，敢是安尼讲啊？伊这讲的甲我知影的小可无共。我想看卖我会安怎讲？看有啊，伊是讲遐个迄个啦，鱼耳的迄个红仔皮是用 Live 2D 还是 Unity 去做的？毋过实际上咧，互迄个红仔皮顶动的软体是 VTube Studio 还是 FaceRig 是？我头拄咧想讲，是安怎？伊是即个
一句话伤过长，所以迄个敢若看一半，迄个理解意思会毋对。好，我想看卖台语安怎讲较好哦。掠到动作甲表情了后，则个利用，应该是讲 VTube Studio 啦。VTube Studio Face Rig 加的软体来甲好，伊红仔皮用啥物软体做的，我就莫囥。因为伊遮是有讲用 Live 2D 也是 Unity 来做遐红仔皮，遮拢写甲伤过详细吼。是哦，有理呢。后摆若是有较新愈新愈方便的软体，就爱改。是好，你讲的有理。毋过 VTube Studio 我感觉是真正足有代表性的，所以应该是还会当留的，嘿。来互红仔皮啦，来互红仔皮，来互红仔皮，会使对咧叮当，好，对咧叮当，嘿，上有代表性的先留咧，好，叮当安尼，好，耶。遮先卖，遮较详细。即摆啥物人搁咧用 Face Rig？ 好，摕掉。鸡类的软体敢袂使？利用软体啦，好，我知。利用软体。然后是比论讲，比论讲 VTube Studio， 安尼啦，安尼应该会使啦。爱较正经的写顶，哦，是。好，我讲安尼会通，读看卖。大部分的，真正烦甲足忝的呢，是安怎？大部分的 VTuber 是用镜头翕家己的动作甲表情。阁有一部分的 VTuber 是使用 3D 动作追踪的技术，抓到动作甲表情了后，再阁利用软体，比如讲 VTube Studio 来互红仔皮会使，莫会使，就红仔皮对咧叮当就好。哈，阁客呢？YouTube 慢呢 YouTube 救人哦。优势敢着写。优势会使小写啦，好小写者。因为我看伊讲的是算是，若是对 VTuber 足青分的人，可能会使互伊知影的，嘿。所以优点欠点爱写，欠点伊遮无写，我即马嘛暂时无想到。恁若有想到啥物欠点，会当甲我讲，好。安怎讲 ？VTuber 的形式 ，VTuber 的表演形式，应该是讲 VTuber 这款呢。好，你想看卖？好，我知，留互你去写，好无？敢会知？留互你去写。我今仔日海信的时阵，我先无要写，我等下发布了。大家都会使来斗编修，有想到啥物欠点，感觉爱写的，还是想要补充的，还是感觉我还安怎无水的，恁会使来改，安尼好无？安尼才有迄个符合咱 Wikipedia 的迄个精神有无？VTuber 这款表演的形式，会使安怎？会使互表演者。会使互表演者较有，对，有个人想讲伊可能无遐水，毋过无一定呢。其实无一定是安尼，有时就是生了做水做缘投，毋过就是无想要互大家看到你的面，有时嘛是安尼，所以无一定，
好，形式会使互表演者较有温书啦。哇，温书听起来是温书诶，毋是。无一定爱安尼写啦，我感觉这无需要呢，因为重点其实就是互伊较有温书安尼，无一定爱去强调讲伊可能原底是生做安怎安尼，我感觉这其实毋是上要紧的。所以 VTuber 即款表演形式会使互表演者较有温书，因为安怎？迄我会腔口，我嘛无法度，是。搁有啥物优势？应该毋能安尼尔，应该是毋能安尼尔。搁有啥物无讲到诶？较有温书是一项嘛？过来哩。好，我想看觅。有诶人就是无想要半路红进船。好啦，先安尼。重点应该有写着。好，来。好，过来咱爱放一个图对无？放一个图，好，咱来编辑。对啊，伊是安怎要特别讲迄个跨性别者？我毋知影伊想要安尼写，我毋知影伊是安怎会想讲爱特别写，所以我就无对咧用，无直接甲迄段摕来翻，好。过来，咱看觅哦。耶，头换一下图，耶。照你来讲，袂使安尼啦，吼。今日小做一下效果吼。来。VTuber 海信画面，这叫做啥？恁截图拢安怎讲？我拢讲掠图，我毋知影掠图敢会通。我先写掠图好无？恁若感觉怪怪，会使替我改一下好无？好，这毋是，好。我要怎甲伊抬掉？VTuber 海信画面的掠图安尼。你是拢直接讲截图，还是你是直接读汉字？我来看觅哦。有这个词哦，好。耶，三处风欢迎你来。你即摆看到的是。有人讲加图，有人讲截图，好，截图 ，OK， 截图，好，来对咧用，已经书店内底已经有，咱就毋免去家己创。截图第8条，好 ，VTuber 海信画面的截图，好，水，耶。来，三处风欢迎你！即摆看到的是台语版本的 Wikipedia 的 VTuber 之页，咱应该会使发布啊。伊是加一字是？等下，无啊，好，无代志。好，来发布。有问题，咱来看觅。伊有警告呢？伊有互我4个警告，无参考的文献，是因为其实，我爱家己编辑。好，安尼咱先发布了，再来报好无？来发布。啥物意思？我进前无看到即句，我毋知影即句是啥物意思。等下哦，
对有啊好，编辑了我都发透可能，哪有可能？嘿啊，搁爱 reference 是，若是你是照规矩来的，若是爱较照你来讲是爱嘿。毋过因为即马就是台语版的较无人咧编修，所以迄个管理嘛无讲管理甲足严格嘿。恁若是有试看卖，恁就会知。好，等下伊这是要验啥物？等下哦，啥物意思？是对有问题。好，咱先退出看卖。啊好。来，小等，互伊走者。啊，我拄好啉一下茶。太遮久啊！哎，有啊。好，啥物？旧版的内容？是上个有改 VTuber 迄页，是有人去改啥？我看卖，感觉会跳迄个问题出来。哦，太安尼。好，安尼我小等放上了，搁爱来看是啥物问题呢？太安尼。哇，安尼无法度随解决。好，小等才来研究。好，哇。回dit毋过佫有足重要的代志，要无甲大家讲呢？就是讲你翻译了，毋是讲翻译了就无代志呢？好啦，咱安尼是要安怎？我想讲好，我即摆就爱找一个较底，随甲翻了好。安尼无法度，因为其实伊翻了吼，伊翻了毋是翻了就好，嘿，即摆发生啥物代志？好，我搁开一解，嘿，照你来讲，你翻译了，你爱试遮的，你爱来编辑即个跨语言的连结，嘿，我先搁破一摆，看敢会当。嘿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嘛毋知影是安怎伊会无互我发啊！规个画面拢白白，好，哇，好来，嘿啊，这是安怎？哦，来啊！伊要检查我毋是机器人，好。哇！伊重新整理阁是台文的 ，best 安尼，安尼是毋是有希望啊？有啊啦，发出去啊耶！无啦，无白了讲啦，头拄仔翻的拢有啦，拢晓伫的，无代志，无代志，水，好，无代志啊，发出去啊，好，咱来看，他啦 ，VTuber， 感情做 VTuber 是用虚拟的翁仔，伫网络平台发布影片，也是开海信的创作者，定会伫遮内有一个好，来，刷来，足重要的代志，加添语言，伊甲迄个中文的还无连起来哦。嘿，就是讲你若来 Wikipedia， 你来找 VTuber， 拼唔对，来，即摆你来找 VTuber， 你试语言遮，要无迄个台语的，要安怎？来，遮有一个，毋是遮的，你爱试遮的，
有一个叫做编辑跨语言连结，编辑跨语言连结，才试落，试落了后，伊才就会甲所有的语言，就是伊即页有啥物语言，全拢捡做伙捡伫遮，捡伫遮了后咧，你爱试这编辑，毋知影是安怎即页敢若英语的，我毋知影是安怎。好，过来，遮就会问讲，你要爱倒一种，你就安尼，这就是号做，我毋知影伊即个是安怎号做闽南语啦，毋过反正你就伫遮会当找着咱头拄仔写的，就是讲你伫遮去找着伊的 VTuber 即页好，安尼，他会无即页，等下哦。照你来讲，伊遮的有来啊！等下，编辑毋对去，来，乱糟糟，来，咱找着闽南语，过来找着内底的 VTuber 一页，那会无？ VTuber 啦，安尼，还发布，好，来，咱遮都等下哦，整理者，有啊，加一种语言闽南语来试落就变做台语版的，有水无？若是有啥物所在写叮当去的遮乃是写伫遮。好，若是有啥物写叮当去的，你会使修改。是这修改就通改啊。比如讲头拄有看到一个所在叮当去，是用虚拟的翁仔伫网络平台发布影片，还是创作者？我感觉安尼较顺，应该安尼。定伫安尼，定会伫 YouTube、Twitch、Facebook、X、Twitter 遮个所在活动，安尼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好，基本上上简单就是安尼。改啥物所在？改一寡。改一句写叮当去，等下哦，有样写字。喂，所在安尼，好，你爱甲讲一下，你改啥物所在安尼就好，会使啊，好。安尼就是互大家知影安怎来翻译即个台语版的 Wikipedia。好，今仔日上重要的目的有达成啊。好，刷来，大家会当安怎？恁就会当是这凊彩拣一条，了后，你就真正凊彩拣一条。你来看敢有台语这可能你讲这大家无需要知影的，不要紧，你就搁换一个，看敢有啥物你讲其他的人需要知影。好，比如讲这个国家好啊，这个国家会当知影嘛？已经有啊，好，已经有啊，好，不要紧，无搁有啥？政治毋知影敢有来？嘛有，好。做这较重要的拢有啊啦，好，来恁想看卖有啥物对恁来讲重要的？对我来讲重要的咖啡好无？来，咖啡对我来讲介重要有人翻啊袂？有，好，不要紧，安尼摩卡咧，来，摩卡，无人翻，好，安尼会使，音乐嘛是，来，无人翻诶，要安怎？这对我来讲足重要啊！我感觉逐个人拢爱知影，这要安怎用台语讲，对无？
若是有人会晓台语，伊会使看台语的 Wikipedia， 我感觉伊一定爱知影即项代志，我就会使来翻。哦，我就会当翻即个来，我今日就无要搁示范啊。哦，无要搁表演啊啦。哦，或者恁就是安尼，恁就是会使去试看卖。哦，看感觉啥物物件重要。哦，比如讲棉仔糖，棉仔糖它会当无啊无呢，无人讲棉仔糖台语安怎讲？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安尼样哦，安尼就是哦，朱古力，伊是讲朱古力，嘛有讲巧克力豆是，伊个有汉字版本的。朱古力伫台湾话嘛讲巧克力豆是用一袋即种物件制作糖仔饼款的四手啊。好，回你就是安尼，恁就是，无我今日无要翻啦，有闲我才来翻啦，好无？有闲我一定翻。哦，有闲一定来翻。或者今仔日上主要就是要表演给大家看，恁会使安怎来写即个基本上是台语版的 Wikipedia 安尼。嘿，好，就是安尼。啊，过来就是大家若是有会晓写，啊，想要练习翻译，想要练习写的，哦，还是讲你就是单纯想要来摕即个台语版的 Wikipedia 斗相共的，恁就会使来用。安尼，恁就会使来斗写哦，所以大家后摆就会使摕这做练习哦，也是就是真正来斗相共就对啊，嘿，这就是今日想要甲大家介绍的，嘿啊，这个因为有时啊吼，有时啊有诶书伫书店内底吼，较新的物件伫书店内底我找无，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的时阵，比如讲啥物？板块运动，板块啊，哦，进前就是袂记什么时阵想要讲这项代志啊，我毋知影板块安怎翻呢，我嘛找无啊，我就直接来 Wikipedia 来看，敢有人翻过，哎，真正有，好，而且伊个写专落的，所以我看着我就会晓读，哦，原来是翻做板块，好了解，所以这嘛是我台语需要翻译的时阵，我嘛会来。偷看人安怎翻呢？安尼嘛是算是一种小撇步就对，嘿，就是安尼，互大家帮参考啦。嘿，今日就是带大家来看这，吼啊，互恁知影有即个物件，吼，有即个物件了后，恁想要安怎？迄是互恁去发挥，好无？好，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就是安尼。耶，今日上主要的目的有达成啊。会计有空一定，要是会计一直都没空，是。是，我真正是拢会无细致，甲家己不较做无用的，这我做歹改啊。好啦，那今天很开心带大家来看这个神奇的奇战共赏，有没有奇？有没有奇？蛮奇的吧，蛮特别的吧？好，又是这样啦。刷来有啥要宣传的无？我想看卖，明仔载无开。明仔载休困吼，明仔载休困，总是爱休困。拜三来拍电动，拜三来拍猪嘛，你敢有生过猪嘛？这应该是大家小时候回忆哦。拜三赶快讲一个时间，暗时7点吼，刚好可以就是剥个虾子吼备料啊，还没吃晚餐就刚好剥完虾子就可以7点来看，或者是7点倒完垃圾刚好可以来看啊！你唔捌算过？太有可能，我叫是这是大家人的迄个记忆没有啦，可能有些人比较少玩电动，也不一定有玩过。对，但我感觉那算是相对经典的啦，就是好像某一个时期的电脑，就是都会有内建的那个游乐场，然后里面可能会有 Zuma， 可能你太年轻，好吧，真是拿你没办法。没有玩过，而且还在上班，7点还在上班，真假的？7点还在上班，好拼哦！虽然我好像没资格讲，太老了吗 ？Zuma 很老吗？还好吧。好了，那关于 Zuma 的回忆跟 Zuma 的事情，就是礼拜三再来跟大家分享。你有玩过埃及 Zuma？埃及那个也很好玩那个是不一样名字吧？但是也是那个喷球球然后消消乐的游戏，对，那个也很好玩。8点才下班，天啊！让我想起以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10点下班蛮孤单的。还好现在没有这回事。不对耶，现在有时候也是10点下班，没有啦，下播之后还要剪片，没有下班。
三次方辛苦了，对啊，好吧，没关系，就是有缘一定看啊。这个玩游戏的台可能也比较没营养，哪有人自己这样讲的？讲好像叫别人不用来看台，说不定我玩游戏玩太开心，开很晚，变成你下班还有得看，也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所以不一定啦。对啊，现在也在上班，所以没关系。不过说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过 VTuber 啦，但是跟大家分享 ，VTuber 最累的时候，通常就是不是备料，就是准备东西，或者是做其他麻烦的东西比较累。通常好像开台不一定是最累的时候，对，开台好像是心情上，至少我自己心情上最轻松的时候，跟大家聊天，然后就是把准备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看，这样子。对，备料吗？算备料吗？也算吧，有准备才有料啊，有备料才会觉得有料啊，这也算备料嘛，对不对？对啊，有时候看正经的哈，那个比较想要有内容的，或是比较盛大的企划，就确实要备料一下。那个准备的过程就比较累啊。实际上开台倒是蛮开心的，跟大家聊聊天、打赛啊，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蛮开心，蛮开心。对，就反正就是这样。好啦，那就是大家礼拜三可以来看猪嘛，有玩过的可以来回味啊，没有玩过的可以来看看到底在玩什么啊。这样，但呢，阿辉，你拍 cam 点的时阵是专函，安尼敢会使编辑入去，还是爱先专了？不一定我不知道啊，他好像没规定好像没规定，或是要看他有没有特别，他有些规定会集中写在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但是好，我知道怎么说。等一下，我们可以先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写规定，如果有找到他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的话，那就怎样。然后如果你找来找去发现没有相关规定的话，你就先放上去。对之后如果有人觉得不妥，他可能会出来帮忙改，比如说他就直接写成全汉版跟全罗版，直接帮你写好，应该也 OK 啦。没规定，但是看起来会不会很突兀？整个页面都罗马字，就只有缺点是写汉字。好啦，那你就写汉字啦。然后那个我有看到，我可能半夜刚好那个睡不着，打开电脑有看到，我就帮你改全罗，好不好？就这样。你好不好？这样可以吗？这样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你就先放上去，或是你想要自己把它转成全罗也不错就这样。好，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或是不想做，你就把它丢着我有看到我就改。好，耶，谢谢大家。要宣传的也宣传完了本来要做的事也做完了，那还要干嘛？是不是可以关台了？耶，总感觉今天好像也开比较短了没关系，毕竟开比较多嘛。有时候提早结束还可以提早休息。好，厕所这厕所对，怎么没什么人投稿啊？来，谢谢那个猫的提醒。赶快下班。对，但是多来一点时数也不错，因为我现在收益化还缺蛮多时数的，所以多开一下就多一点时数也很好我等一下我抓一下我的那个投稿的连结给大家。好，复制。你可以去煮晚餐了。好啊，我也要去吃看晚餐，不是吃看晚餐，我也要去找看看有什么晚餐可以吃了。来，这个蛮重要的，礼拜六要来看大家的厕所长怎样啦。请大家多多投稿，给我批判一下好不好？让我批判一下。来，我现在置顶的这个表单非常的重要，这是让大家可以投稿你们的厕所给我看的。好。现在应该还有友善时光可以去剪，我准备来去剪。好，就这样。耶，谢谢大家今天来，很期待看到大家的厕所长怎样。好害羞要让大家看厕所，还好吧？这很害羞吗？大家不是平常都会投稿一些什么桌面长怎样，房间长怎样？那个也很赤裸吧，那个差不多吧，厕所其实也还好吧，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
反正如果真的没有人投稿的话，我也只能自己投稿，多一份算一份嘛，不然怎么办？你有用别的名字投稿了哦，好好感谢投稿，好，希望不要猜出是哪个，因为很普通，普通也没什么不好啊，是还要有多特别的厕所？你是要那个杯烫是孔金咩，然后还要有那个 disco 的那种吊灯，然后就是那个一边上厕所，你还可以一边我直接开趴这样子，有需要这样子吗？应该是也不用，还是什么那种就是什么海景，然后就是整个落地窗，超级有解放感的厕所也不用吧，也不用那么特别吧，应该没关系。那就。拍照之前还要刷一下马桶，真的假的？哇，这是我造成大家的困扰了吗？好好笑。好啦，那就这样啦，谢谢大家今天来，希望大家踊跃投稿你们的马桶，不是马桶，那个厕所。对，请大家踊跃投稿你们的厕所。好，我们就礼拜三 Zuma 见。我要去剪街访了，我昨天好像也这样说，对不对？我确实有一支剪完了，可能明天会上吧，明天没开台，所以应该明天会上一支街访，然后跟大家偷预告，这支街访应该是我剪过最长的一支，也没多长啦，就是2分钟吧，好像2分钟左右，对，因为有人分享的内容比较有料，所以就比较长。好啦，就是这样，辛苦了，今天好烧脑，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练习到那个翻译的，就是有练习到翻译，也有练习到台文，对，所以如果对自己的翻译，就对自己的台文蛮有自信的人，想要多练习去翻译东西的话，我觉得是个还不错的方法，而且你翻出来的东西也确实有帮助到这个社群，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对，就是如果其他人是想要透过看维基百科来学一点台语，或是就是单纯的用台语去思考、去理解世界的话，我觉得是蛮有贡献的。我觉得是蛮伟大的事情，对，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就是这样。好，感谢0287提供的标题灵感，我可能会偷，因为我蛮喜欢哗众取宠的，所以我有可能确实会偷来用。谢谢。好，那就这样啦，那大家就可以期待明天的街访以及后天的 Zuma。好，哇，我这个道别的废话还讲蛮多的。好啦，我也可以去吃晚餐啦，谢谢大家来。好，那真的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拜拜。